儘管好多地區冬季嘅降雪量高於平均水平，但係加州同其他西部各州嘅積雪正喺度以前所未有嘅速度融化，可能引發野火季提前到嚟。據國家綜合乾旱信息系統星期二發布嘅報告，4月至5月異常高溫及降水不足，導致積雪融化速度加快。報告指出，每年呢個時候出現融雪係常態，但係咁迅速嘅消融速度實屬異常。喺某啲情況之下，積雪甚至會從固態直接升華為氣態，從而減少流入溪流同水庫嘅水量。咁樣將會迅速導致土壤同植被乾燥，引致野火季提前開始。報告話，內華達州、科羅拉多州、猶他州同新墨西哥州嘅觀測站都出現咗創紀錄嘅早期融雪現象。預計呢啲州同加州內華達山脈及其他地區嘅野火風險將會增加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